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的前助理，因为牵涉到强谍案防收押。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今仔日再度邀请到吴钊燮，针对着强谍来进行专题报告。吴钊燮也是无来。调查委员黄仁炮轰，讲这是对民意的藐视，互人失望甲遗憾。国安会是回应讲，除非是相关的预算案，也若无其他的。国安会拢无适合到立法院来备询，因为这无符合到宪政的体制。总统府及国安会拒绝出席，本席感到失望。遗憾，邀请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专题报告强谍侵入又搁无来，国防外交调委黄仁马公表示国会，所落来国民党立委马文君讲吴钊燮的前助理涉案防收押，将互外交部坐年，无应该连立院的报告拢相比。吴秘书长他在外交部长任内，他有意识过长期随身的机要助理何仁杰，他会被渗透吗？我们持续的在精进我们相关的人员保防的这个作为。不过国安会回应，除了涉及相关的预算案，拢无适合到立院备询。不过对强谍案集团，国安局的报告指出，中共最近对台侵略，包括勾结恶徒、发展武装，加上吸收帮派，用免刑借款来甲人城，来找欠资金的现役军人。我们会调取他的相关的一些财务的资料，然后来了解他有没有一些财务的一个状况。另外，我们也正在提供一个急难救助的管道。这个部分我们在跟行政院在协调当中。如何反制？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，已经伫咧规划，除了国军的保防教育、救助方案嘛，同时进行。那政院嘛，赶紧伫咧后礼拜提出公务员安全查核机制，用国家情报工作法由各情报机关管理，教实做好权责。揭秘查核的机制对于这个军职和非军职的人员都一体适用吗？对，一体适用，以他涉密的程度。有关军人来信通外鬼，中共的动作不断，国安单位就要顶真应对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